晨9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受天流星的方面，甲西南风影响，拜四进前偶出现较大阵的雨。伫今仔日明仔载2天，西半部、东北部会上大雨，也是好雨。若高雄市政府嘛宣布讲，今仔日伫桃园、南马社、武林、甲仙、甲六股这5个所在，今仔日是停班停课，嘛暂停注意风声。台湾继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台南、屏东、彰化、南投等所在，从透早到今仔日的累积雨量拢超过300毫米。气象局讲，2日开始北边的方面的换过来，告示全台湾拢要注意短时间的强降雨。我们要提醒哦，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从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这个时候，降雨来说相对是最明显的。这主要就是受到这种西南风带来的影响，不管是在南部地区或者是中部山区等地方，可能都会有比较猛烈的下雨。受这边方面的影响，中南部的雨上明显。伫日时过了后，雨会自沿海山到山区，可能会有短时间的强降雨，甚至有强风四纳。气象专家讲，山区甲平地这几天连续落雨，桃石食水拢食甲正饱，无法度搁吸水。若搁落大雨，可能会造成灾害，要特别注意。雨量预估呢，等于是走到豪雨的话，其实都是一种致灾型的天气。从礼拜2到礼拜3是这波降雨最大的时候，大家都要提高警觉。照气象局有各个降雨量，山区的雨量已经到停班停课的标准。高雄市政府宣布，6月2日，桃园、南马社、武林、嘉仙、六股区拢停止上班上课，各区自有风险的作业也拢暂停。记者综合报道。中南部落大雨，各地头嘛拢有传出灾情，亲像伫彰化的湾林、街仔路淹水，车是浸伫水里。若花坛、分园、9甲的3分路嘛，因为雨伤大，车路放弃，当地抢修。阁有一个70岁的负责人，因为车路淹水，栽入去田里，目前当地抢救。路面塌一个真大的坑，范围将近40公尺宽，大水一直冲蚀，路基规个拢冲放弃。原警到现场赶紧救防疏散。所以那边两边都封闭就对了，对，前后。彰化八卦山区雨落甲真大，伫花坛甲分园交界的3分路，路面规个拢塌落去，山壁也一直放落来。彰化县长王惠美到现场了解，烦恼讲崩塌的范围扩大，可能会影响用路人的安全，决定封起来。即马进出会使改道即个互咱的即个施工单位进来做相关的即个修复。伫市区的园林街路是淹甲敢若河咧，车经过水喷甲真悬，大水直接冲入徛家厝内，除了尽量扫水，嘛敢来当加一个防水闸门，加减水砸偌济算偌济，袂少做生意的店头损失严重，家电用品阁互大水冲去路的。这些都泡水了，这都要整理了。这些哈，还有那个空气这边，都那个车子开过去，整个水都溢进来啊！这些几乎都要会生锈，没有用了。湾林的中山路水淹到半个车顶悬，民众冒险经过。另外，伫个南昌路嘛是阴蓬蓬，袂少车辆煞变做浸水车。昨天晚上开始下，1个小时就这样。说多久？差不多5、6个小时就。5、6个小时啊！伫分园的中南路2段，龙田规个拢淹水，一家路的看起来是规个拢浇水。一个60多岁姓黄的负责人骑机车经过时阵，好亲像分袂清楚是路还是田，冲入内底堵水。虽然互过路人救起来报案，毋过已经无开甲心跳。所以这几天受到方面的影响，可能还会出现大水雨，所以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75个本土病例，阁有20个人死亡，这是3级警戒以来头一届病例数伫100例以下。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疫情有转好，心情会小可放轻松，也毋过行动袂使放冷。另外，目前咱台湾有274万剂莫德纳预防针，指挥中心按算甲有新的负责人来做第6类的对象，后一批拍算就会当做着啊。新冠本土个案新增加病例头一遍降到2位数。礼拜1、2日新增加75例本土病例，其中国以新北市38例上济，过来是台北市22例、桃市5例、苗栗县3例、基隆市甲台中市各2例、高雄市云林也甲彰化县各1例。确诊个案当中新增加20例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情有较下落来，不过防疫袂当放冷。案例比较少。就好像会比较放松一点不过心情可以放松，但行动还是要维持
就把口罩戴好哈，把手消毒好。进前澳门通报一个台湾移入确诊病例，互人验出感染着印度变异株。指挥中心讲，这个个案伫印度感染的机会较大。进前台湾检验是阴性的，可能就是有当时阴性，有当时阳性的情况。有针对个案伫台湾接触的人进行采检。因检验的22名哈，那已经检验了21名是阴性，那有1名现在在检验中。那同住的接触者现在都列为居家隔离。美国捐送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佮加上台湾采购的24万剂疫苗，伫要6月25完成封签。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的优先注射名单，除了原本第1至第5类注射对象，第6类将有新的负责人也纳入，加75岁以上的长辈降顺位。第7类包括着军人、宪兵、运输仓储业者、高中职以下教职员、幼儿园托育人员等。第8类是65岁至74岁的长辈。第9类是罕见疾病也甲重大伤病的人。第10类是50至64岁成年人。我们现在是把怀孕的妇女列为第6优先，我们并没有强制说一定要施打哪一个。那不过呢，怀孕妇女还是要跟医师能够做一点咨询。但是中共即马开始有新的负责人已经纳入疫苗优先注射对象，不过现阶段刚来当注已经配发的 AZ 疫苗，除非是第1至第3类注射对象，才当选定莫德纳。听候到后一届莫德纳疫苗配发的时阵，保证有新的负责人甲65岁以上的长辈拢注会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龙山分销公司发生群聚感染，目前已经有45个人去围着。台北市政府目前正在做快筛，卖身体4000多人注意防射。目前北龙并无停业，也毋过去滨江市场的强制分流。那农委会是要求讲，若是要入去北龙的拍卖场，不管是任何人，拢要有快筛阴性的报告。即马新北市的果菜市场嘛，拍算要对咧实施。台北龙山分销公司爆发群聚感染之一，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带快筛队到第1果菜市场调看快筛动作。同一时间，第2果菜市场扣列113名接触者，也用防疫专车载到病院快筛。到1月为止，第1市场5月31进前有19人确诊，部分已经解除隔离。第2市场有9个，6月7日开始陆续发病，还有7个派遣工，总共45人确诊。为赶紧消灭病毒，台北市采取新战术，3天内针对快筛阴性的人注疫苗。到现在为止，感染确诊的也是台北市的占不到一半，新北的基隆的一大堆。原则上，我们就给他做快筛，快筛完阴性的，马上接着就打疫苗。所以我们希望在2天到3天之内，把这4000人全部打完疫苗。北龙有582个员工，目前有450个 PCR 阴性，其中228个12先做疫苗，其他会伫23进前做完。台北市也甲中央达成协议，会用中央加分配予台北市10%疫苗，予北龙员工、承销商甲派遣工差不多将近4300人做疫苗。包括承销人，他可能的托工或是他密切的接触者，或是他一起工作的啦。那这个我们有造册4300左右。市场要做实的。来做名册，来快筛，来打疫苗，唔到我哈。市府规划北龙2.0专案，由北配寮快筛队进驻第1果菜市场，因为场地无适合，目前由专车再送到万代国小快筛。北龙第2果菜市场有7个蔬果包装派遣工确诊，第2果菜市场的包装物流中心负责将菜色分装予传承甲超级市场。过去逐工10万包配送予专员，疫情升悬，逐工配送量增加到20到30万。北龙表示，逐工拢会大规模清销，专员也派人将暗用安心使用。专家也解释过很多次，大概在包装上是不会有残留，原则上应该是安全无虞。与北龙是大台北地区蔬果提供的批发市场，台北市宣布未停业，以降在阴性。不过进出滨江市场由过去依照身份证字号码数自主分流，改做强制分流。农委会9月2日开始进入北龙第1市场甲第2市场拍卖，无论是员工、承销商，全部要有快筛阴性证明才能进场。新北果菜市场也公布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树林某一间长照机构嘛发生群聚感染，有48个人确诊，3个人死亡。不过说防假讲，这间长照中心暗坎疫情并无通报，是家属去检举才见光。不过长照中心的负责人是华元旺。
环保人员做大消毒。台北市市林区一个长照机构出现群组感染，累计有48例确诊，甚至有3个人死亡。而且，佫表出这个长照机构涉嫌暗砍疫情，是家属举报大家才知影。当地里长是真生气，讲伊20暗才互通知这个消息，讲因实在是伤超过，互规个里陷入风险。太过分了，都不跟我们提。 从头到尾都不给里长知道，为什么都不给里长知道？台北市卫生局讲，6月初8，护理之家一个老大人去西药治疗后染病，卫生局14去轰炸，安排机构的住民甲工作人员74个人做体检。指挥中心上新的统计是48个人确诊，包括32个住民甲16个工作人员，其中还佫有3个人死亡。卫生局讲，若是机构暗砍疫情，就会甲裁罚。不过，长照机构的负责人是法院网讲。 初8出现头一个确诊的时阵，就甲卫生局联络，是卫生局拖到14才规个做体检，批评台北市卫生局会提责任。他现在就是卸责啊，因为我每天都急，他可以像发生确诊的1天、2天、3天要谈价钱、谈地点、谈照服员、谈护士，那你要我怎么办？一直陆续有的情况下，是我们在全面的进入跟接管，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14号。 并没有耽误任何时间，都是后面全部都是由市政府协助这个机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处理。双边的讲法有争差，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调是地方卫生局的责任，台北市卫生局伫14的时阵介入，并伊有相关的作为。不过陈时中认为讲，机构并无暗砍疫情的问题，目前长照机构已经清空，做环境的清洁甲消毒。若确诊者伫病院做治疗，其他的住民已经有安置，而且做密集的监控。 若机构的负责人嘛，当伫隔离当中，卫生局表示，等负责人解除隔离了后，会阁做进一步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受黄山河方面的影响，气象局有针对台中以南10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咱来看分图。今日受停留性的方面甲西南风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主要是落伫中南部。气象局有针对中南部10个县市发布大规模也是激烈的大水豪特报。 加上今仔日是旧历的13要挖进大楼，所以地势较低所在嘛爱设置饮水，山区嘛爱设置防山落石头溪水顶楼。过道了后，雨会落向北部、东半部。对今日开始，未来这3天，咱全台湾拢会落雨，乡亲一定爱设置短时间的强降雨，恐惊会落甲淹水。温度的方面，因为落雨啊，所以无遐尔热。到拜5方面才会离开，也毋过咱会继续受西南风影响。 所以水汽同款增高，中南部连续落遮尔济天，所以建议这阵啊唔通挖进山区也是溪边。来关心昨昏南投就上大雨，嘛有落出灾情。也毋过日月潭，因为这几天雨直直落，差不多要停啊。日月潭的管理处嘛有翕缩时的影片记录水位的变化。 天顶落雷公雨，大水位田里淹到街路顶，驾驶人敢来当小心通过，因为已经分辨清楚倒位是道路，倒位是田。21南投落大水雨，草屯镇碧山路727巷边仔的龙田积水淹过路面，差不多半个轮胎悬。 根据气象局的观测资料，南投县内以草屯的累积雨量上侪，截至21下晡，过去24点钟累积的雨量就达到314毫米，好甲再无进一步的灾情传出。前几天欠水严重的日月潭，总算得要到满水位了。去年10月、11月就没有在下雨的时候，那水情就一直在下降。那下降到今年5月17号的时候呢，只有731.27，非常的低。那幸好最近的下雨呢，持续的让水位能够稳定的回升。日管处快速记录水位变化，测试水位为736.87公尺，到21已经升悬到747.8公尺，有效的跳水率原来到95.7%，已经真挖进满水位啊！也好，水光山景搁再出现。今仔是台中市区也伫21，过一天累积是200毫米的雨量。北区的太原路有树仔倒去缀着车，好甲再无缀着人。这样花多少钱啊？我不晓得，这个可能就要车厂评估。听说那个车顶都已经凹陷了，我这看有点傻眼。根据观测的资料，台中市雨量上界侪所在是伫雾峰甲后里2区，毋那当地大家桥骹积水严重，东林山区也因为崩塌道路受损，目前当地积极抢修。未来几天会受到风面的影响，天气更较无稳定。住伫较低所在，也甲山区的民众一定要注意第一时间落大水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看什么重点？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向今年的东山会，伫今年3月份认定国民党的副随组织，
中华救助总会不动产价值8亿，也有现金6000多万，拢是不动产爱兴予咱国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执行，东山会最近就查考口座内底6000多万的现金，交予咱国家，这嘛是目前收回来上大条的钱。来看第头报，财政部国产署今年第一批国有地上权昨昏开标，计共有20个案，内底有10个案已标出去，有的标案11个人来投标要抢一个，是真抢市。来看中国时报，疫情虽然感觉真压榨，高雄市5月份家庭暴力案件加100多件通报。屏东的通报案件有变少，也毋过社工是烦恼讲，恐惊是因为停课减少通报。高雄市的社会局建议家长，压力若大的时，爱对外找帮助，千万唔通对囡仔使性地。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有公布注意放射死亡的怀疑个案，也佫有增加17个案例，死亡原因也佫在调查。因为伫透传出这款案例，致使咱最近国内的注射率拢有变较低。专家是表示讲，注 AZ 的预防射注射，若是出现不良的反应，大部分的人拢是半点钟内会开始出现过敏，而且拢是少年家较济。目前死亡的怀疑个案内底，看起来应该拢毋是安尼。是有关这个17例中，里面有2位住机构，那另外有7位是有慢性病史。指挥中心公布好亲像注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例，21通报新增加17个，其中75岁以上有16个，65岁以上1个。另外6月18至20，注疫苗了后死亡不良事件通报有58个。全台湾拢传出长辈注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例，虽然死亡原因还搁查，毋过部分长辈煞毋敢注。指挥工业注射情形，新北差不多3成，台中4成，高雄降到剩3、4成。因为疫苗也得来不易啊，会有恐惧啦。可是打了比较好啊。食到完了80高啊，人生自然就好啦。有长辈认为讲有通注就赶紧注，毋过原来有长辈想要等莫德纳疫苗。花莲市伫吉安国小注射站都老大人到现场了后，因为袂当拣疫苗，唔肯注。目前没得挑啦。现在莫德纳不是来很多了。阿伯那个还要飞到台湾而已啊，还要拆封，还要检验。刚听到那个小姐说 AZ， 你就挥挥手，是说不打了，是不是？说再见。我为什么会考虑不打？我打那个莫德纳。疫苗专家高医院长张英文表示，长辈肺炎重症也是死亡的比例比少年人悬真济。AZ 对少年人的副作用比长辈较悬，而且注了后若做严重过敏反应，85%会伫30分钟内发生。毋过国内目前死亡的案例拢毋是注了后随发生，建议长辈还是爱注。我有免疫不全、肥胖、吸烟跟贫血，那能不能打疫苗？哈，那其实这几个都不是疫苗的禁忌症，那只要控制非常稳定。张永文表示，疫苗会当提供保护力，整体来讲是好处较济。注疫苗了后，除了爱观察15至30分，嘛爱量体温，加啉水休困。医院咧提醒，若是有心脏也是腰子病的长辈，袂当加啉水，爱控制水分，莫超过500cc，较袂造成身体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1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8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75个本土病例，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是14080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7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是超过2900万例，巴西超过17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65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1万例。真侪国家做预防射了后，已经要解除封锁。亲像伫泰国的普吉岛，为着要拼观光，按算7月份开始，有出过2档预防射外国人入境了后，就毋免隔离。啊，那伫西班牙已经宣布讲，对26开始，伫室外嘛毋免挂嘴罨。
西班牙这泰农年也生活转来啊，关门1年过3个月，酒吧夜店重新开门，宣布留部分防疫限制，真像接待人数今年达到平常时5成。室内爱挂催安，透早3点半爱关门，也无保证1个月是连坐记录顶。固定也是出现真侪人享受南欧热天热情的社交人生。So happy and it's finally summer. Si volviese todo hasta las 6 de la mañana o 7 ya vamos. Un 10. Bueno, pero poco a poco. Poco a poco. 新罕第3波疫情的泰国拍拼拯救观光经济，总理帕拉许签1亿55万剂疫苗的合约，顶礼拜开出120天内全面开放国门，完全做疫苗人入境免隔离的目标，现阶段成为观光胜地普吉岛开始试办7月7日先上路，开始先去泰国其他的所在，爱伫岛上晚14天过检测阴性。普吉模式若成功，会推动到其他准备好的观光车镇。年轻真久的泰拳训练营海景渔村，居民拢真期待。I've been staying home for the last 2 years, but now I think they're back to work again. How will you know if the Phuket reopening plan has worked? When I can stop giving out life bags like this. 韩国已经有将近3000人口注至少1剂疫苗。当局宣布7月7日开始放零社交距离规定，大首尔地区延举行上限6人的私人聚会，餐饮业店延长营业时间到半暝啊，除非情形恶化。若无7月15会开放大首尔地区8人聚会。新加坡原定之一紧急防疫措施第2阶段放零，开放风险较悬的活动，开放餐厅内底食饭每桌上济5人。不过最近市场出现大型感染群，放零措施调整做餐厅内底食饭每桌上济2人，健身房室内运动一组上济也是2人。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接头来瑞典，瑞典国会昨昏通过对因的总理乐园的无信任案，以防赶入台，这嘛是瑞典史上头一摆。瑞典的总理乐园经历过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败，极右派势力变强，也有新冠病毒疫情。2月伫咧国会，由国会反对党以181票赞成、109票反对、51票弃权，通过瑞典史上第一遍对总理的无信任案。这么就要落台。Konservativa partierna, Sverigedemokraterna, Moderaterna och Kristdemokraterna för att försöka hitta en lösning på det låsta läget som har varit och försöka hindra att Sverige drivs ut i en politisk ovisshet. 一向拢支持政府的左派党，为了要抗议政府放令租金管制计划无原本解决的共识，认为这是对瑞典社会模式的攻击，宣布推动无信任动机。在这右派瑞典民主党提出无信任投票案。也得到偏右温和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Att en gräns för oss går vid punkten om marknadshyror och höjda hyror. Vi sa vi släpper fram regeringen. 无信任投票通过了，乐园有7天的时间做决定。一个是辞职，由国会议长协调各党做新内阁；第二就是宣布举行野外选举，这就要伫咧无信任案投票了3个月来进行。今年63岁，做过电烧工人，并且担任过五金工会领袖的乐园，2014年领导瑞典的左派重返执政，2018年选举了带领所属的社会民主党歪向中间偏右的方向。过危机，发现社报道讲，怎么就甲这回伫咧2018年，互人认为会输掉选举，也毋过经过去的人讲伊输啊，也阁讲了伤早，因为伊正熬谈判，有可能会制造出一个新的过半数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香港的一团媒甲苹果日报，红指控违反香港版的国安法，资产通锁起来。香港的苹果日报在境的网络版今日早起已经无咧运作。菲律宾的疫情严重，也毋过因的民众拢无啥爱注意风险。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即马是警告讲，若是无爱注意风险的人，会互掠去关。来看荷兰甲咱台湾，列做是疫情低风险的国家，所以对6月24开始入境荷兰唔免隔离，嘛唔免提供体检阴性报告。东京奥运后个月要举行，咱台湾的标枪选手黄树峰，昨昏在测试的时有通过参加比赛标准，所以伊已经摕到参加东京奥运的资格。出来一弹。标枪选手黄树峰伫第2遍弹出85.03公尺的成绩，
达到东京奥运85公尺的参赛标准，为咱国争取到电竞第2张参赛门票。黄淑芳伫过去1年世界积分的排名是第30名内，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国内电竞比赛拢延期或者是取消，互黄淑芳的世界积分排名搬出东欧32位保障名额以外。电竞协会向世界电总提出申请，以泡泡模式规划一场男子标枪单项比赛，最后黄淑芳顺利达到参加奥运的标准。黄淑芳是第条出了，咱国电竞直接达到参加东京奥运标准的选手。所以东京奥运男子标枪项目，咱国会有2位选手参加比赛。6月29是达到标准上班的日子，国际电总会伫咧7月出现公告最后世界积分的排名，甲摕到参赛资格的名单，甲黄淑芳这些算入去。目前咱国代表团已经摕到16种类47项奥运参赛资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75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2862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所在，包括新北市，新北市有6179例，台北市有4244例。超过1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有652例，苗栗529例，基隆282例，彰化是256例，伫台中有195例。另外，昨昏死亡的个案有新增加20例。目前咱全台湾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4080例。若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2862例。这个数字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统计。来关心台北市长郭文铁进前讲，何兴这个竞争所捌找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来敲预防针。若何兴伫昨下晡嘛开记者会，公布讲诊所甲卫生局的对话，因是强调讲，因敢若联络高嘉瑜一届尔，颠倒是卫生局拜托因加注20罐。每一次的名册我们也都有上传，所以其实事实上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施打的对象是谁。如果我们要偷打，那我们的名册就不要上传。甲注疫苗的名单、甲卫生局人员沟通的对话，全部拢公开。何兴诊所下晡召开记者会，说明这85罐疫苗是安怎摕到的。因为顶日台北市长郭文铁伫记者会讲，报告内底有看到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替小何兴诊所提出有疫苗的需求。消息一日出来，是引起各界质疑。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诊所的等级可能不行啊，但是我们生产数很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这个卫生局能够配发给我们哈。下面就回了哈，你们今天可以来领10支哈，可以来领10支，所以我们都有按照规定请示，然后他同意配发给我们，绝对不是像媒体所报哈，就是我们经由委员的压力来关说所得到。何兴表示，因敢若甲高嘉瑜联络过一届，了后拢是甲卫生局来直接。5月30，卫生局通知会当注疫苗了后，头一批摕到40罐，拢总甲440个人注射；第2批摕到10罐，第3批甲第4批是拢摕到15罐，也若第5批摕到5罐。相关的单位拢总有883个人注疫苗。何兴强调讲，员工暴露伫风险当中，替这个同事争取工课上合法，而且有符合规定的安全保障，到底有啥物毋对？不过，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在台北市议会时阵谴责讲，因实在是软头深骨。核心今天所公布的跟卫生局里面的赖对话的记录的内容，还是你要告诉我说核心诊所是骗人的？那一个赖对话的并不是所谓的卫生局的人员。我们会还原，如果讲难听一点，叫做得寸进尺。谁得寸进尺？得寸进尺。谁得寸进尺？你要说的是高嘉瑜还是核心还是谁？反正到时候看烂就知道了。你都敢讲得寸进尺了，可不可以把是谁得寸进尺？又问说这个可以不可以，又问那个可不可以。所以局长，你说的是你认为最先是讲医护人员，那后来再扯到其他的人员。何兴认为讲，因有注疫苗的医事人员甲非医事人员，拢是有符合注疫苗的资格，市府有权力针对注疫苗的名单违反规定来裁罚。不过何兴嘛提出申诉。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咱国内新增加75个本土病例，新北市有38例。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认为讲，目前咱也无本钱通好放令。
针对北农的群聚感染，有45个人内底，12个是新北市民。这部分侯友宜是表示，因会甲台北市政府做伙来处理。若针对邦桥的果菜公司，嘛要提早予2000人注意风险。新北市的确诊个案增加38人，依然是全台上济，不过也连续9天维持双位数，疫情看起来好亲像卡灯湖。还是要提醒市民朋友，我们完全没有放松的本钱。家户感染有23人，13%是职场的。这当中，北农公布3人，医院里面跟诊所里面总共有7人。新增4例的死亡个案，是从77岁到92岁的长者，那都有慢性病，分别是在施打后3到5天去世。那其中有1位是因为有呛到，那急救是不治。这些死亡的原因其实都是尚待厘清。确诊个案疫调甲酷热拢真细致，尤其北农爆发群组感染，其中21个是住伫新北市，也有差不多10派打翻伫双北市彼此交流。侯友宜也亲身到新北果菜公司视察，佮表示，邦桥三重埔这个果菜市场除了消毒，而且还佮做全面体检。快筛机动队大概要分2天，后4到3天，把果菜公司的承摊商以及所有的拍卖员、理货员等等，把它整个筛检。新北的果菜公司有将近2000多人，我们来造册，来按批来做疫苗的施打。侯友宜也强调，新北三重埔甲邦桥果菜市场平常时都甲北农有转换加介入机制，北农若有休市或者是降载进行，新北会承接起相关教育业务，确保北部农产物资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咱来看一个现场。这是今日早起有举行全国的防疫会议，地头都已经开线。目前疫情指挥中心正在开记者会，来去记者会的现场。是居家式的长照服务及送餐服务仍是持续提供独居失能的长者，所以为了因应这个防疫及持续关怀独居长者的生活与健康的状况，那卫福部就强化相关关怀，订定了一个 COVID-19 疫情3级警戒期间强化独居长者的关怀服务措施。那我们有在会中跟地方政府来做说明，请地方政府要落实执行。那重点有几个重点有第一项是强化服务机制的部分，那希望由县市政府要整合社政、卫政、民政、警政，还有民间的团体的力量，那重新盘整资源，强化人力的调度、资源及紧急处理的机制。那针对超过24小时联系未上的这个长者的部分，要建立紧急启动的机制，结合网络资源前往实地的访视。第二个是加强关怀服务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有分2个第一个是针对列册关怀的独居长者的部分，那由地方政府透过既有的关怀服务体系，或协调由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专职人力及志工来排班，每隔1日定时以电话或其他的通讯方式来关怀长者，了解长辈的生活及健康状况。那第二个是长照服务的失能独居长者，除加强关怀外，针对暂未使用服务的长者，也将它列为关怀的对象。那由地方政府协调照管中心、长照服务提供单位跟邻里的资源，每隔1日定时以电话或其他的通讯方式来关怀长者。那第3个是今天有谈到还是一样，县市政府都很关心的疫苗配发跟接种的部分。那有2个部分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是有关各地方政府及外界关注A 粒疫苗自费的部分。那我们其实在指挥中心在昨天这2天的这个记者会上面也都有在说明，就自费施打第1剂之后，那第2剂的部分一律都以公费的方式来实施接种。又依照时间，那我们现在是指挥中心建议是10到12周来接种第2剂。那另外指挥中心昨天我们专家小组召集人
张召集人也对外也都有说明了，那我们不建议混打的方式来做，因为现有的这个科学的证据还没有办法来证明混打有什么样的一个注意哈，所以目前尚未开放混打的方式哈，所以这个会中也有跟县市政府来做说明。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跟大家的报告。那媒体可以。头拄听到的是疫情指挥中心早起上新的记者会内容。虽然电影消息来更新，目前各地头拢表示在做预防射。伫彰化县头一批23000万吨AZ 预防射拢已经注射，那第二批会针对85岁至89岁的时段，拍算6月24会开始注射。彰化县针对第1类到第6类 AZ 疫苗注射，头一波37000吨已经伫顶礼拜注射，其中第6类75岁以上列名单参预约的时段，注射率拢有90%以上。第2波彰化县政府也已经针对85至89岁时段做意愿的调查。那我们最近这一批85到89，我们估计它的整体的这个年龄层接种率应该还会到50%以上。这一波85至89岁时段，明仔载开始会由各村里长发注射通知，为6月24开始做。官府也特别安排时段去病院参医疗院所，会使更较完整评估身体状况。因为在医疗院所跟医院里面施打的时候呢，医生可以比较完整现场可以查询你的云端药历啊，或是过去的一些病历，可以更清楚的帮施打者评估他的健康状况跟过去的病史，所以也希望经由医师亲自来做一个比较充裕时间的诊疗，让民众放心，来提供他的接种率。打疫苗都会有风险哈，你如果说看世界各国它的一个报道，不管打哪一种疫苗，都有人因为这样而过世的。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我们长辈一旦确诊，死亡率的高，实在真的是很高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变成我们这个长辈或者我们自己的家属，大家要去评估的。县长王惠美表示，不关注倒一种预防射，本地就有风险，但面对高风险传染病，大家也是爱慎重考虑，评估风险。另外，为着应付赛后大量的注射任务，目前彰化县也已经调集307位医护人员加入注射团队，目前也继续增加。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这阵啊，高雄市政府安排时段去做预防射时，嘛伫现场安排音乐表演，是互别的县市看了是真新鲜。即摆毋但有音乐头听，阁有歌戏头看，笑亏戏出结合防疫观念，真新鲜。大人来学校做新冠肺炎的预防射，台顶煞有戏团咧演出。高雄高山高中注射站的现场安排这出笑诼的歌戏，专门要互来注射的阿公阿嬷看。倒类台有新的规矩？倒类台有什么规矩呢？第一，要爱戴口罩。咱来当把这个防疫须知，也是讲这防疫的概念，加入戏内底，是不是达到说，不是干那娱乐，可以当达到教育的功能？台顶表演的是明华园天地戏剧团的演员，剧情佮对话真轻松佮笑诼，而且嘛结合即马防疫佮注射的观念，老大人看甲笑嗨嗨。其实因揭开一暝时间编写剧本，拢无排练就就台，而且每一个演员拢挂喙暗演戏，嘛真细腻，爱保持距离。做歌也做啊久吼，我第一届戴着口罩演歌仔戏，虽然呢。淡薄仔无习惯，但是究竟阮是演艺人员，徛伫舞台顶，该表现啥，该做啥，阮会尽力做。其实这几天伫注射站，市府安排真侪表演，用音乐来陪伴时代。虽然这阵仔有老大人甲家属会丢毒敢爱注射，这摆请在地歌戏团来搬歌戏，是希望老大人安心来注射兼看戏，注射看煞心情轻松，倒转去。记者邓家文、刘伟哲高雄报道。
另外消息来关心，这个劳工的纾困贷款，因为名额比去年也搁较少，不过申请人数已经伤过济，所以目前已经暂停办理。少无嘛无要紧，即摆有22间保险公司嘛要开放用保单来借钱，同款上济会使借10万块，按算伫7月份开始办理。劳工纾困贷款因为申请的人伤济，暂停办理。不过有需要民众嘛是莫着急，本地就有保险，即马嘛有机会向投保的寿险公司来申请纾困金。寿险工会理事长黄兆贵就表示，7月起，民众就通伫22间的寿险公司来申请。单一申请人他在一家寿险公司的总上限是10万。你有5张，但是5张都可以贷，但是加起来不要超过10万。寿险工会表示，会照各公司的条件来审查，6月底之前就会公布规范，申请的时间会对7月到9月底为止。原则上，一间公司上济借10万，利率1.28%，比劳工纾困贷款的1.845%搁较低。另外，民众若有几若间公司投保的，就拢通借。不过要纾困，嘛要考虑防疫。金管会就希望保险公司执行专案申请时，莫通有近距离的接触，可以用传真啊、网络啊，或者是拍照哈，然后传送给保险公司哈，来做一个申请。那另外在审查的标准还有相关的作业流程哈，要妥善的规划哈。那以避免就是说这个短期大量的案件进来。针对寿险业者加入纾困，做伙伫线顶讨论的立委嘛表示，希望各寿险业者爱建立一套资格，嘛希望通加借的金额来提悬，放量民众的申请条件，速度愈近愈好。记者陈阿文就随台北报道。目前是疫情的3级警戒，袂使自集。9月做礼拜，即马嘛甲学校同款，改用网络伫线顶直播。教会会友透过网络做伙唱圣歌，因为疫情袂当群聚的规定，即马教会做礼拜拢是透过网络来直播。感觉讲因会较较方便，无受迄个空间的限制吼。若时间袂拄好，伊也可以当看录影。现在这种3C 还有这个整个我们说直播的方式，其实一方面真的在神职人员的这种努力之下，还是一样让我们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平安。因过礼拜时啊，教会会友拢会来做礼拜，但是即马因为防疫的关系，教堂除了用手机啊直播的教友，内底拢无一般的民众，只剩牧师伫咧传道。来到伫遮有做伙伫团契，甲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上帝。总是等于到厝，因家己可能透过电脑，也是手机伫遐来敬拜上帝，所以因嘛需要学习，需要调整。就是在这个家，你是比较放松的，你可以穿着随性一点，你可以自在一点，好，不用那么拘束。教会表示，有会友到当也是袂管事，无法度来教会参加活动，所以除了运用网络直播，嘛会打电话关心一寡会友。疫情的影响，互网络直播的运用愈来愈侪，未来嘛可能成做一种新的趋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科技结合艺术，这是伫捷克有剧场甲舞台剧透过虚拟实境的 VR， 互观众有新的体验。另外，伫意大利，即马是有研究团队透过 AI 的人工智慧设计出一支 violin。表演者伫咧舞台顶演出，不过大卡拢无半个观众。详细看，舞台正中有摆一台360度的摄影机，甲演员每一个动作拢翕起来。这是捷克剧场一场实验，第一遍结合虚拟实境 VR 技术落舞台剧。It's kind of very different way how to approach the whole experience, and it's not a film, it's not a theater, it's a totally new form. 要用这种方式来呈现舞台剧，要考虑的代志真多。首先就要打破传统舞台剧的设计，演员的行为甲互动拢要做调整。这么民众有机会让近距离看表演。这种 VR 目镜，除了家己去摕，也当寄去领导互你。I would say this is more
real, like even more real than a classic theater show. 同一个音经过无同的强化，会当呈现出特别的音色。乐手一遍搁一遍伫咧摇琴，电脑将即款资料拢记录落来。伫咧意大利一间音乐实验室，想要用科技的力量解开意大利名琴300多年来无法度解开的谜，用3D 扫描几台小提琴的结构，用仪器去测琴面。掌握提琴的形、材料甲音色之间的关联，科学家甲小提琴的制作师傅合作，甲制琴的技术经验甲数据结合，找出特别的所在。希望伫2022年会当用 AI 做一支小提琴。So how do you train your ears? How do you improve your understanding of music? How do you better enjoy it? 研究人员讲，这项研究计划并不是要用 AI 取代制琴师傅的技术，是为了要整理出一套系统。互一般大众拢会当理解音乐文化，因为听音乐的也是人。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为着要探观光财，埃及的旅游文化部伫中东成立头一间古文物模仿品的工厂，政府家己做仿的，嘛会使保护这古文物的财产权。位在埃及的首都开罗东北方35公里远，占地1万平方公尺宽的科努兹工厂，现正150多名技艺真好的艺匠，也有售货员，伫遮生产古文物的复制品，无论是全寸秋大细、法老王的半身像，也是各种精美的墓葬品，全部拢制作甲精品是一模一样。今年3月开幕以来，制作超过6400个由石头、茶、也有粗灰啊以及黄金白银为材质的古物复制品。其中上贵的包含有图坦卡门国王所坐这个方金的椅啊，定价是美金8923块；要伊的黄金面罩，定价是美金12748块。هو دخن خليلي بيبقى تقليد تجاري، يعني الحاجة ما بتطلعش زي ما هي زي المتحف، لا والملامح برضو مش بالظبط هي. فالميزة اللي هنا اللي هم بياخدوا نفس المستنسخات بتاعة المتحف وبتتنفذ هنا، فالحاجة بتطلع ذو قيمة يعني من كل حاجة. 这间由埃及旅游甲文物部所成立的古物复制工厂推出的产品，主要是放伫埃及文明博物馆来卖。每一个产品拢印有古物高级委员会印仔甲证书，物件顶面也有条码。用手机介绍就是显示出物件所有的资料，像是在这甲原始的文物伫倒位展示。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埃及碳外汇主要来源观光旅游的相关产业，2020年的收入大落70%。当局将用一切努力推出各种的项目来进行。当局对着旅游业的复苏是真有信心，因对今年1月起观光客人数正慢慢来回升，来到每个月150万人次的规模。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尊重下性别是人权的一款表现。若下性别运动选手，尤其是查甫去变查甫的选手，伫比赛的时报女主组，安尼敢有公平？敢有合理？这款问题，即届伫东京奥运嘛有引起争议。这是洛若哈伯德过去代表纽西兰参加国际比赛卫冕。伊伫1978年出世的时阵，原本是一个查甫的，叫做盖文。1998年参加男子组105公斤以上的比赛，以总和超过300公斤的成绩创下新的纪录。2012年34岁盖文哈伯德变身摕到女性性别，当时改名洛若哈伯德，佮继续参加女子野球链比赛。2017年伫澳洲公开赛摕到女子组90公斤以上的比赛，以总和268公斤摕到金牌。2020年罗马世界比赛，佮摕到女子组87公斤以上7级的冠军。根据国际奥会伫2015年修改规定，男变女的跨性别选手只要经过医学上认可的变性手术，或者是荷尔蒙疗法，达到睾酮指数比10的标准较低，就应参加女子组的比赛。洛若哈伯德就是根据这项规定，摕到参加比赛资格。The NZOC will respect the eligibility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and the IOC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ransgender athletes wishing to compete in their declared gender. 不过，代志发展听在女性运动员权益团体耳中，这话是真歹听。The female category is now open,
to anyone who's willing to declare a female gender identity. So obviously that has impact in relation to fair competition because males do have a performance advantage that's based on their biological sex. 根据国际田径总会统计，上好的男性选手，无论是伫大人，也是18岁以下，伫各项竞赛上好的纪录，拢领先上好的女性选手。美军的内部研究也显示，男变女的跨性别官兵伫基础体能项目上，有远比其他生理女性的同事较好。所以，除了美国部分州政府甲州议会通过修法禁止男变女的跨性别选手参加女子组比赛，世界橄榄球总会也伫去年决议当中，正做第一个禁止这类选手参加女子组比赛国际组织。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天气报道在今日咱全台湾拢会落雨，气象局嘛有针对中南部11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过到了后会落向北部甲东半部。未来这3天，咱全台湾拢会落雨，乡亲一定爱细致短时间的强降雨，强加的落街饮水。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外岛是23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